其實同葉嵐都有啲似嘅。呢個節目實唔 suppose 可以喊嘅？我覺得可能葉嵐佢對於愛嘅睇法係好模糊，亦都唔係好知道乜嘢叫做真係被愛同埋愛人。但係佢後尾遇到李智樂之後，咁佢見到呢個男仔係咁單純嘅愛，其實反而令到佢係好恐懼同埋好卻步嘅。葉嵐對愛嘅恐懼嚟自於佢嘅過去啦，嚟自於佢嘅家庭啦，從來都冇人令到佢覺得自己真係可以完全信任同埋可以一直愛佢。可能佢都會驚終究會離開咯，嗰份愛。我覺得葉嵐係幾影響我對愛嘅睇法嘅。可能其實好多人覺得自己唔完美，但係其實追求完美本身就係一件不切實際嘅事情，而令到自己喺愛呢個睇法上其實係太片面咯。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冇好好咁樣同葉嵐講聲多謝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我演過自己覺得最中意同埋最深刻嘅角色。我希望觀眾睇完《幻愛》都可以獲得一啲力量，獲得少少嘅感動同埋少少嘅反思，少少就夠啦。